香港每10位長者中就有1位出現抑鬱症狀，而每7位成年人中更有1位受到常見精神問題嘅困擾。為此，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自2016年開始推行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，透過跨界別嘅多方合作，編織以社會為本嘅基層醫療精神健康網絡，致力改善晚年抑鬱嘅社會問題。計劃連同香港大學及本地18間社福機構，共51間長者地區中心、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及地區康健中心、康健站，建立逐步介入模式，並根據唔同嘅風險程度、症狀嘅嚴重程度，為有抑鬱症或抑鬱症狀患者提供標準化嘅預防同適切嘅介入服務。至今，計劃已為超過2萬名有抑鬱風險或抑鬱症狀嘅中高齡人士提供服務，培訓超過250位專業社工，仲招募同培訓超過7000名樂齡有理義工同917名樂齡之友工作員，喺社區發揮朋輩支援、守望相助嘅力量。我哋係地區精神健康推廣組，由樂齡有理義工自發組成嘅，同計劃社工緊密協作，分佈喺全港8個地區。由於我哋比較了解區內居民嘅需求，所以可以將呢啲需求轉化為具體嘅行動同服務，真正做到以社區為本，以需求為導向。承接計劃過去嘅成果，以及應對社會日益變化嘅精神健康需要，計劃自2024年起進入全新階段。除咗繼續同各社會服務單位合作，為長者提供現有服務之外，亦進一步擴展計劃之地區合作同服務範圍。計劃自2024年起，透過同黃大仙地區康健中心、南區地區康健中心同西貢地區康健站合作，將服務範圍由長者擴展至45歲或以上人士。同時，我哋亦都同3區嘅指定網絡醫生合作，為有需要嘅個案提供服務，進一步加強社區內嘅醫社合作。期望可以喺基層醫療嘅層面提供更全面嘅精神健康支援服務。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將於各持份者通力合作下，喺新階段繼續實現其願景，以地區為本，攜手共建樂齡新里程。